来看法务部矫正署设伫桃园市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，昨暗发生这感化生甲这教导人员泼这烧烫烫的滚水，甚至佫甲这教导人员的面毁着伤。目前这个人员已经送病院啊。学校表示讲会追究学生的刑事责任，也会加强这高控机制，避免类似案件搁再发生。高雄为起来改变心检，由矫正署设立伫桃园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，主要收容依法执行感化教育处分的少年。这次案传出爆料事件，一名感化生为了替防纠正的同学出去，以滚水甲原子笔攻击教导人员，学校校部赶紧将人送医。脸部呢有几道的刺伤，因为用热开水去泼洒我们同仁，那有造成烧烫伤。学生的部分，当然我们这边除了谴责他的不当的行为以外，也会去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。学校强调会追究刑事责任，也毋过这并不是矫正学校头一摆爆料事件。去年3月，就有9名学生因为想要拍闹球防击作杀不同。2020年也发生感化生领地食有案，全台有4间矫正学校可能解决问题，学校来都算是一般的功课拢爱收起来。他们以前都不爱读书，勉强他们读书是种难处了，应该给他们学习一技之长，比较实际一点的。好像有问题的孩子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，给他们改变，这个是很大的难题。大家都是要了解，这个是必然的现象。教会所表示，真侪犯罪是出伫家庭、显伫学校、恶化伫社会。法务部相关报告也捌提起，真侪感化生早伫入校进前都已经失学，长期依附偏差同辈接触帮派出文化，造成性格冲动匆忙。教会所认为，伊除了透过功课甲磨练去调整心情之外，搁较训练感化生有一个技能，互因会当搁融入社会，才有机会降低再犯罪率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